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里你来去搞啊那过年啊？来呀，炒油鸡，炒油鸡，我不来吃。麻花糖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铁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股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卤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一府二鹿三艋舺。鹿港是台湾排名第2个古都，在台湾早期的开发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鹿港是台湾中部对外的门户，商业非常的发达，带动文化的发展。自开台以来，这的文风鼎盛，文人真济，出了不少的人才。鹿港的龙山寺甲天后宫是在明朝永乐年间，也就是西元1653年到1661年创建的。文庙是在清朝嘉庆17年，也就是西元1812年创建的。也有纪念明朝尾仔的大儒沈公文设立的文书，也就是文开书院。咱今仔日的故事，就是要对文开书院来讲起。昔时贤文花女谆谆，一文成讲，多见多闻。文开书院是清朝尾仔鹿港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相当是一间大学，为鹿港造就真济人才。会当讲是鹿港过去文风鼎盛的重要见证。道光4年，鹿港海防同知定团安，又感鹿港文风遐尼鼎盛，学生却是无会当专心就学的场地，所以创建书院。并且用沈公文的字文开号名，叫做文开书院。文开书院的建立，让鹿港的文化教育步入辉煌的时期。对清朝道光到光绪年间，总共出了6名进士、9名举人，加100几名秀才，是鹿港人拢感觉真公认的盛事。学理诗识字，不亦一何？有病主管方来，不亦乐何？人不知义不允，不亦君主福。真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以能，广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殊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悬挂孤独废职者皆有所用。水四龙现遐的五经读了真熟。三宝兄弟，你的四书嘛学了袂歹。哈哈哈哈哈！清朝光绪初年，有两个少年的，一个姓张，名三宝；一个姓陈，名四龙。伫文凯书院读册，因两个人公家租一间厝，住、食、读册拢斗阵，感情袂歹。每一天倾吐四书五经，互相研究，互相学习，准备要参加生源，也就是秀才的考试。四郎，过无偌久，咱就要考试咯，不如咱来去文庙烧香拜拜，祈求文昌帝君甲咱保庇，互咱会当顺利考中。啥款？好哦，我即站敢若顾读册，拢无啥物叮当。拜拜煞，先煞来去鹿港街洗一练，放松一个筋骨，消解一个紧张的心情，好无？真好。行，请。这一天，三宝四龙两个人来到文庙，虽然点三炷清香，恭敬虔诚，跪伫文昌帝君的面头前祈求。地主四龙，地主三宝，祈求文昌帝君保庇阮两人会当金榜题名，考调秀才。文昌帝君又搁号做紫堂帝君，相传是天上的文曲星的化身，是读册人的主宰神。伫台湾，嘛有人甲关圣帝君、吕洞宾、魁星、朱熹父子甲文昌帝君合称号做五文昌，拢甲因当作主管读册、甲考试前途的神明。农历的2月初3是文昌帝君的生日。有一寡信徒会准备葱仔甲芹菜去甲祭拜，希望会当保庇家己的囡仔聪明又搁轻快。烧香拜了后，两个人沿路行，沿路开讲，不知不觉来到龙山寺的附近，看到善男信女来来去去，非常的闹热。两个人行伫人群内底，雄雄有一个老人的声音在叫因：“来来，少年诶，请留步。”因两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头毛翠秋白、摆倒啊替人咧看命的相士。桌仔边阁插一面布旗，顶悬写“铁口直断4字。恁两位的命相甲咱无共。我来替恁断一个福祸吉祥，如何？陈四郎认定相命是孔子公反对的怪力乱神其中的一项，无咧信，所以无半点的意愿，挖一个心就要走，可是去互三宝扭掉咧。慢车，四郎兄。三宝啊，子不语怪力乱神，是要看什么相呢？趣味嘛，咱今仔日出门，就是要消解一个紧张的心情，互算命先呢，甲咱两个讲寡好话，添寡福分嘛袂歹嘛。呵呵，三宝，你无听人讲，歹查某爱照镜，歹命人爱算命。咱两个是想要求取功名的读册人，也毋是歹命人啊，哪需要算命呢？四郎兄，你敢无听人在讲，妙事在人，成事在天，抓着人抓着神。我的看法参你无同，我颠倒想要请算命先断定咱这摆考试的结果是好也是歹。哎呀，读册就爱靠家己拍拼，考会调也袂调，毋是算命先的会当替咱决定的。
命运是掌握伫咱家己的手中啊。毋是，有时是命中注定的，无法度改变。来啦！三宝硬甲四郎又来到上司的桌仔前，甲算命先生讲：先生，请你算阮两个人的考运，即摆阮两个参加秀才的考试，是毋是考会调？哈哈，啊无，安尼好啦，我替恁两位测一个字的。测字要安怎测？来，麻烦恁两人各人写一个字，我看。安尼哦，好简单，笔记来。请。张三宝拿毛笔伫白纸顶面写一字正确的有，有也是无的有。好啊。另外这位公主，请你嘛写一字。唉，这好啦，四郎兄，你嘛写一字，算命先在等你呢。我但四郎看算命先生，佮看三宝，歹势无写，无答话，笔页咧写一字无，有也是无的无。吼吼，四郎兄，我写有，你写无，一声趣味啊！算命先生，紧的啦，请你赶紧吼，甲阮两个考运端一下，到底是有较好，也是无较好咧？好好，公主，你先免急，待我斟酌关来。算命先生甲因两个人写的字摕起来斟酌看，若有所思。故事讲到这，咱先插一个花啊，简单介绍一下鹿港的龙山寺。相传，伫明朝崇祯年间，福建泉州的苦行僧挑选禅师，伊亲手雕刻观音像，想要献予普陀山。想要到伫海上拄着暴风雨，船只漂流到即阵的鹿港，所以就在这一带修行。后来信徒愈来愈多，转建立了龙山寺，主事观世音菩萨。会当讲是佛教传入台湾的开始，也是台湾上早创建的佛教的寺院。鹿港龙山寺是三进两院的建筑结构，对前到后分别是山门、午门殿、正殿、后殿。建筑悠然保存道光11年，也就是1831年丁修时阵的风格，是台湾所有龙山寺内底保存上界完整的建筑。1983年12月，内政部将鹿港龙山寺登录为国家第1级的古迹。翻头过来看张三宝甲陈四郎和算命先生测字算命的结果。张三宝写的是有，陈四郎写的是无。张三宝认为家己写的有字一定是有好无歹，干噗噗，甲算命先生问讲：怎样？我这字有好也唔好？想袂到算命先生面啊悠悠，目眉拍角，讲。你这个有，更加派一个大包袱啊！敢若靠一支脚行路，恐惊你即摆考试会名落孙山呢？哈？什么？我会名落孙山？这个想起来是安尼无毋对。
树龙兄即日咧，既然是无，一定一无所有，一定会比我搁较惨，是毋？无，即个字有4个人光叫，必定是富贵相。安尼看起来，伊即摆的考教一定是金榜题名才对啦。哼，你又白讲，较衰尾，我才毋信咧。写有诶会名落孙山，写无诶颠倒是金榜题名。公主，请莫激动，我伫遮惜命已经20外冬咯，将来毋捌走前4、5过。三宝，你莫参与计较啦。你毋是讲咱只是干那要趣味一下，遐认真要创啥？树龙兄，伊讲我会名落孙山呢，我哪有可能会感觉趣味？反正吼，这口气我是吞袂落去啦。算命先呢？有何指教？你讲你是铁口直断，20年毋捌走前15过。我问你，若是我考调，你要安怎？那你即届真正金榜题名，我就收单，无爱去看上。你讲的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这名铁口直断的招牌，先互你寄咧。等我考调，才来拆你的布旗。哼！张三宝话讲煞，我咧就行。陈树龙对算命先生讲：讲甲你这个算命先呢，实在是真害。你无听人讲算命无报，食水都无。你毋讲好话就准煞，哪会当就惨人考袂调呢？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我毋是该纠缠，一切拢是命中注定，莫怨恨别人。你，罢了罢了，三宝三宝啊！清朝时代秀才考试，又搁号做东试，或者是东子试。东子试是科举制度上最初阶段的考试，每3冬举行2届。每一届的考试，拢必须经过官试、府试、院试3个阶段。考生无论年岁偌大，统称叫做东生。但是考试的时阵是分一贯甲二贯。一贯是16岁以上，二贯是15岁以下，这2个层级来出题目。清朝国府官入学生员，俗称叫做秀才，是科举制度上上界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资格，才当参加省级乡试的举人考试。张三宝自迄届互算命先的铁口直断考秀才的名落孙山了后，转去厝里讲互老爸老母听。老母听了后气喘喘，骂讲：这个算命的网络啊，实在岂有此理！干那凭一个字，就讲你秀才考袂调，分明就是挑故意咧甲你拍七衰，无互伊一点仔假死袂使。我随叫人去拆伊的招牌。慢车咧，夫人，你该较冷静诶。人算命先呢，正正当当、规规矩矩，伫庙内替人相命趁食。只不过讲着咱无介意听诶话，你着要叫人去拆伊的招牌，你毋惊互人过去个门？老爷，迄个算命先是纠缠咱囝考袂调秀才呢。敢讲这口气，你吞会落去？算命先的话啊，莫信遐济啦。人讲讲乌喙，好累累，无论讲好还是讲歹，咱拢嘛着爱照起讲去做，才会有出脱。
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只要三宝有认真读，就有机会考调秀才。管他算命先安怎讲？哼，算命先迄支乞食喙毒刺刺，乞食拐仔讲着会水死啦。咱囝无代无志，互伊糟蹋，反正这口气我是吞袂落去。这条数，恁祖妈一定要甲伊算。夫人啊，若要教算命先算数，上好的办法就是叫咱三宝较知情咧，秀才考好调，互伊加喙变鸭喙，相命担家己收起来，毋免咱出骹手。三宝恁老爸讲的话你有听着无？较用功读册咧，考调秀才，死狗！我才甲你做伙去听迄个乞食喙的招牌。是。三宝听了爸母的话，知影暂时无法度找迄个算命先的算数。不但话，只好回去细厝的所在，看到陈四郎，心内怨火又搁倒起来，一支嘴细细念。四郎甲安慰讲：“三宝，讲好嘴好蕊蕊，你无需要在意。”哼，伊讲你会调，你放心啊，当然会安尼讲。三宝你煞煞去，反正我是毋信，你要安怎想，随在你啦。陈四郎看三宝苦劝袂听，吐一个气，都无搁插伊顾读伊的册。一时过去，代志都袂记得了。但是张三宝无法度放袂记日，伊用心机想要来改变命运。日子一天一天过，时间哪流水？一万年考驾的日子已经到了。三宝甲四郎两位学生斗阵赴考，两个人住伫同一间客栈，同一间房间。应考的真渐，明仔载就要决定输赢，希望我无把握会考调秀才。不过，我保证会当互四郎名落孙山。迄暗，张三宝趁陈四郎困去的时阵，将伊的毛笔偷偷创互伊秃头，再佮甲伊放转去原位，神不知鬼不觉。张三宝心内想讲：一声套动你一定考袂了啊！等候放榜了后，我才来找算命先的算这条数。第二天早起，张三宝若无其事，看时，参陈四郎同齐行入去考场。伊坐踮家己的位，准备要开始写考试题。结果毛笔拿出来一看，天乌一平。伊发觉手拿的笔是家己甲创歹去的秃笔。仰头看坐伫边仔的四郎，用的却是三宝的好笔，一声苦恼啊！哪会安尼？哎呀啦，我一声气了啦！代志原来是安尼。考试迄天的早起，三宝甲四郎两个人去洗面洗喙的时，客栈摒扫的阿嬸入去房间内底摒扫，甲两个人的文具袋刷叮当，要放倒转去的时，这两卡袋哪会拢洗做同款？哎呀，拄则顾摒扫，煞无注意到倒一卡是啥人下？这搭要安怎？好啦，准拄好啦，内底物件应该拢同款，无争吵较对啦。佮甲因放转去原位就对啦。张三宝甲陈四郎两个人的文具袋都是安尼去互摒扫的阿嬸无张持来对调。
张三宝知死啊，知影家己毋对，但是后悔已经未赴啊，害人煞害着家己。考试的结果，参算命先的段的同款，陈树龙金榜题名，张三宝考试落地。我无爱，我无爱啦！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害人煞害着家己》，是由黄敬莲原作，罗江书编剧，剧中的人物张三宝、王元坡演出，陈树龙、张家济演出，算命先的王团结演出，三宝的老母王子玲演出，三宝的老爸黄新地演出，摒扫的阿婶高淑君演出。口碑罗江书演出。